珠海主城區1半5度嘅價錢就可以攞低坦洲天花板小區。呢個發展商竟然將89平方做到單邊位嘅南北通透俾到你，而且裝修標準足足去到3000蚊1平方，唔係噱頭，係真金白銀去同你打造嘅。一齊跟住我嘅鏡頭嚟睇下，究竟3000蚊使喺邊度？入門口嘅實木門同埋三星嘅5合1智能碼鎖都係交付標準。入到嚟咧兩段式嘅廚房啊，包括呢啲歐牌定制櫃啊、豐泰嘅廚房3件套、飛利浦嘅淨水器以及垃圾處理器、微波爐、洗碗機全部都係交付標準，而且帶咗一個生活露台俾到你啊，可以擺低你嘅洗衣機、烘乾機同埋一啲洗衣櫃都係整好咗俾到你嘅，而且呢啲 YKK 嘅雙層隔音玻璃以及32向嘅華為全屋智能家居系統都係交付標準，一力嘅中央冷氣同樣都係交埋俾你嘅。公共洗手間可以睇得到啊，同人哋其他嘅供水樓盤唔一樣，帶咗漢斯格雅嘅衛浴啊、智能馬桶啊，以及維保啊，呢啲全部都係俾到你嘅。主人房呢，仲帶咗一個恒溫嘅毛巾架，睇到未？擺低一張米八嘅床都可以做到3邊落地嘅床位啊！睇出去係3000萬打造嘅貝爾高林嘅園林景觀啊！16000蚊呢係坦洲可以攞低珠海豪宅標配嘅呢個樓盤，住得舒服，你多使2000蚊絕對係你嘅不二之選啊！包括物業啊都係非常之體貼嘅，16000蚊即係可以係坦洲攞低呢個天花板嘅89平方南北通透3房，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拖3條路，我係小雅 Follow me 帶你揾返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